大家好，我係 AI 營養師瑩瑩。我國成年人超重同肥胖率已經超過50%，高血脂、高血壓、糖尿病等慢性病嘅發病率亦都好高。其背後嘅科學邏輯都同膳食唔合理、身體活動不足等不良習慣有關。食養是良醫，營養餐桌係守護自己同家人健康嘅第一防線。遵循中國居民膳食指南嘅基本原則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巧用餐盤6部曲。第一步，食物多樣，營養充足，少病痛。目標係每天營養餐盤攝入12種以上食物，每週25種以上。記住要包含主食，即係穀薯類、蔬菜水果類，仲有蛋白質類，咁就營養滿分。第二步，主食加點全穀力，穩血糖提精神。除咗白米飯，主食可以加入全穀物、雜豆同埋薯類，例如糙米、燕麥、紅豆、南瓜、粟米、番薯等等，至少要佔主食嘅1/3，幫你穩定血糖，成日都精神奕奕。第三步，果蔬佔1半，彩虹抗衰不顯老。每餐記得將餐盤嘅1半空間留俾蔬菜同水果，跟住彩虹原則挑選不同顏色嘅蔬菜，其中深色蔬菜要佔1半以上，不但可以維持腸道健康，更可抗衰老添。第四步，優質蛋白質，增面，力保肌肉。每餐都要有掌心大小嘅優質蛋白質，包括魚、蝦、禽肉、瘦肉、蛋、豆腐同黃豆製品等。記住要少食香腸、午餐肉、火腿呢啲深加工肉製品。第五步，油鹽糖減法，天然提味更迷人。每日烹調油控制喺大概2到3湯匙，鹽唔好超過1茶匙。想好味啲，可以善用香草、胡椒、檸檬汁、大蒜、菇類等作天然提味，健康得嚟又惹味。第六步，加奶補鈣，足量飲水，防跌減重第一步。每日飲1到2杯高鈣奶類，例如牛奶、無糖乳酪或者低糖高鈣豆奶。另外，至少飲清水7到8杯。覺得寡可以加塊檸檬片或者茶包，增添風味同飲水意欲。飲奶茶或咖啡，記住要守住少糖或者無糖嘅原則。最後，我相信食療滋養，守護健康未來。大家一齊跟住呢6部曲，為健康打好基礎。